面对2005年纽西兰的青年特别连关税入来台湾，和市区的农民拢相当欢乐，生活受影响。为了将农民的不安反映给政府，立委陈庭辉29号特别在台南上大鹿农区柳营举办座谈。农民一听讲农业部长要亲自南下说明，将近200位农民将柳营农会客甲满满，要求政府保障因的权益。现在酪农所面临最大的隐忧就是产量过剩，而且2025的纽西兰进口乳又已经迫在眼前了。所有的酪农今年农业部已经拟定要把乳量调降至43万公吨。对于酪农来讲，这是非常大的压力。也是期望说部长这次下来可以帮酪农朋友们拟定一些政策，让酪农可以生存下来。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因为本来是要带动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反而变成让酪农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邀请部长就他所说的一些配套，那这些配套跟农民的见解有什么不同？然后为什么我们的中央政府认为他已经配套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酪农还是会担心？我想今天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咱未来要何去何从。这单会中，除了部长亲自出席，也带领国际事务特务丁首长南下，听出大家心声。10天来有恁足欠，恁叫阮也是有，恁即摆要叫阮检查，恁是不满的是这点对无？然后即摆讲用冷啊，要来甲咱点油啊，要甲咱炒，讲较歹听，讲用炒的啦，是足歹听。我相信农业部真的是辅导农民的农业部，绝对是这我肯定，补助遮尔济，效果遮尔济，只是要用对方法。部长强调，为了让酪农产业永续，已经提出11项政策，也包括解决牛屎等环保问题，辅导自动化现工、机械设备等等，请农民放心。这第一，阮一定要保证，一定要有这个绩效以上，关于成本第二，爱大家逐工的这个收入，拢有法当收。白话文就是阮爱完整的一个跟所有的小农的这个契作的价格跟量都要稳定的，可以来达成大家的需要，这件代志最重要。所以这我已经有就所有的超过市场8成以上的。这个大厂来讲啊，只要大家也讲好，阮有能力，嘛是应该一定安尼做，互所有的安尼深入要介绍，要因为2025纽西兰即马要开始全面自由化入来，受影响。虽然部长真有诚意面对问题，不过私底下农民表示也是无法完全解决，未来就是行一步算一步。台南新闻，滚吉采访报道。